一只啦对咧叫。三轮车顶美丽小姐讲，我实在无力气。我在问伊要去倒位，颠倒对我发脾气。三轮车夫听我讲话，我要倒位就倒位，男人随时落马把你，你敢敢讲无愿意？三轮车顶美丽小姐讲，我实在太容易。三轮不是火车飞机，叫我怎样送你去？三轮车夫听到阮话，我讲迄边伊离去，若有损失都嘛可以，唔通搁再过你。喂，花姐，你是咧看什么？无啦无啦，我是看你生得水阁高嘴啦。你太家不输鬼。三轮车顶美丽小姐，青春十八的年纪，要人笑容遥遥高嘴，人人都会欢喜你。三轮车夫英俊风度，又搁老实有正义，年轻有为，强壮体格，标准报道好人哩。三轮车顶美丽小姐，有缘千里来相见，像你这款青春年纪，人人都会思慕你。